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生肖㗎，細路仔嘅生肖係有專屬嘅守護力量嘅。屬鼠嘅小朋友，水就係佢哋嘅幸運元素嚟㗎啦。平時咧可以多飲啲水啊，保持身體水分充足啊，仲可以帶啲藍色嘅小飾物，因為咧藍色屬水，能夠增強細路仔嘅運勢同埋健康。咁屬虎嘅小朋友咧，木就係佢哋嘅守護元素，可以去多啲公園啊、森林啊度行下，吸啲新鮮嘅空氣，感受下樹木嘅生機，食多啲綠色嘅蔬菜，好似菠菜啊、青瓜啊咁樣咧，可以令你哋嘅小朋友健康成長嘅。你哋仲知唔知自己個仔女生肖嘅養生小秘密呢？喺留言區分享你哋嘅知識啦，仲要俾其他小朋友留低健康快樂嘅祝福，福身無量。視頻中邀請到許羅業道長，係江西龍虎山天師一脈65代道長李大明嘅嫡傳弟子，現職無為浙江省蘭溪市道教協會2025屆協會成員，浙江省蘭溪市道教宮殿碧雲殿常駐道長，廣東省深圳市寶安區龍王廟常駐道長，亦受邀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慈山寺2025年元旦蓮花燈叩神法會道長代表。許羅業老師長期致力於傳播道教文化，喺道教法術、奇門遁甲同風水等領域有獨樹一幟嘅技術同技巧。許羅業道長向港澳台甚至海外人士廣泛招生，如想進一步了解，請聯繫我哋。